大家好，歡迎嚟到 SingNU 音樂學院嘅常見問題解答環節。你可能會問，我哋為孩子們提供邊啲類型嘅聲樂訓練？我哋嘅旗艦課程之一係超級明星發展計劃。呢個係一門由 Dr. Steve 教授嘅獨家課程，超越咗傳統嘅課程。在雲之南歸去的地方。本課程注重提升舞台表現力、情感表達同自信，幫助年輕歌手以專業水準同個人魅力進行表演。佢非常適合嗰啲熱衷於追求更高水平歌唱，並希望培養喺試鏡、比賽同現場表演中脫穎而出嘅技能嘅孩子。選擇 SingNU 音樂學院，你嘅孩子將受益於一個充滿支持性嘅社區、專業嘅指導，以及喺 Dr. Steve 精湛嘅領導下，旨在激勵同賦能年輕歌唱家嘅課程。無論係初學者定係有抱負嘅表演者，我哋嘅聲樂訓練課程都將幫助孩子們充分釋放潛能，享受佢哋嘅音樂之旅。往事芬芳，隨風飄搖，蝴蝶泉邊，歌聲在流淌，路過湖畔，欣然蕩漾。Hi everyone,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is video. I hope you like it.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If you want to learn to sing better or sing like Celine, go to SingNU, SingAndYou.com and check it out. Bye bye. 叶家长也跟我说，就是在外面学了5年，好像是在我的课堂里面学3个月的时间。